才那首广东乐曲形式的喜庆音乐步步高之后，接着要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属于闽南的吹打喜庆音乐。闽南吹打又叫做闽南石音，它流行在晋江地区跟泉州市。当地的人在工余闲暇的时候，夜间呢是经常聚在一块演奏，不但自娱，更可宜人。于是渐渐的就成为婚丧喜庆、节日习俗的一种仪式音乐了。也由于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，于是就有专业艺人开版授徒，充满了蓬勃的气象。同时，在闽南的石音呢，也被梨园戏、还有高打戏跟打城戏所接受，作为戏曲的场景音乐。闽南石音的起源很不容易真正找到文字的证据，但是从曲牌跟乐器上的考察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它跟北管系统比较接近，和南曲呢就相差得很远了。所以闽南石音很可能是从北方传来的乐种。接着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闽南的即兴吹打乐《锦绣前程》。